如果你自問係 Burgundy 嘅粉絲，今日講嘅呢一間日本酒莊，你冇飲過都可能會聽過。今日 Why So Funny 同你講嘅係呢一間 Domaine Takahiko 真我貴賢。呢一間位於日本北海道魚市嘅酒莊，產量極少，依家國際市場基本上係一支難求，價格翻咗幾倍唔使講，甚至乎俾無數嘅酒評家同頂級試酒師冠上咗北海道 DRC 呢個至高無上嘅美譽。到底呢間日本酒莊有咩魔力？真我貴賢又點樣用一己之力將 Pinot Noir 呢個嬌貴嘅品種喺寒冷嘅北海道種出世界級嘅光芒？要了解 Domaine Takahiko 就必須要認識莊主真我貴賢。佢出身於鈴木縣著名嘅 Coco Farm Winery 釀酒世家，哥哥真我張賢同樣係日本葡萄酒界嘅傳奇。但真我貴賢冇留喺家族嘅舒適圈，佢對自己葡萄酒有極致嘅追求。喺正式自立門戶之前，真我貴賢曾經跟隨日本現代葡萄酒之父已故嘅麻井裕介學習。麻井裕介係日本葡萄酒史上嘅靈魂人物，佢點燃咗日本釀酒師用日本風土挑戰世界頂級葡萄酒嘅火苗。真我貴賢承襲咗師傅嘅呢一份風骨，深深沉迷喺自然酒嘅理念。2009年，佢隻身嚟到北海道魚市嘅燈丁，買咗一塊4.6公頃嘅土地，正式創立咗 Domaine Takahiko。真我貴賢有一句座右銘：我唔係一個 winemaker，而係一個 farmer。佢認為靚酒唔係喺酒窖入邊釀出嚟，而係喺葡萄園入邊生長出嚟。Pinot Noir 嘅供應最難服侍嘅葡萄品種，對氣候、土壤要求極高，比住係以前根本冇人相信日本能夠種出頂級嘅 Pinot Noir，莫講話日本最凍嘅北海道。但真我貴賢睇中咗魚士町獨特嘅微氣候。北海道嘅魚士町雖然冬季嚴寒積雪，但生長季節相對乾燥，有嚟自日本海嘅海風調節，能夠減少葡萄根部嘅病害。火山灰同礫石嘅土壤排水性極佳，能夠令到葡萄樹喺深處扎根，吸取更加多嘅礦物質。真我貴賢堅持使用 biodynamic， 你揾唔到任何化學農藥或者除草劑，佢甚至可以容忍雜草同葡萄共生，為嘅就係保持土地最原始嘅生態平衡。入到酒窖，真我貴賢嘅釀造哲學更加瘋狂，佢追求嘅係極度嘅無為而治，佢堅持 100% 全緊發酵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whole bunch， 連皮、蓮子、蓮梗一齊放入開放式嘅發酵槽，用野生酵母原生發酵，唔澄清、唔過濾，極低嘅硫磺，甚至喺裝瓶嘅時候完全唔加二氧化硫，保留葡萄酒最純粹嘅生命力。佢做嘅一切終極目標係為咗釀造出能夠配搭日本料理，但有一種叫紫味，即係日文叫 umami 嘅葡萄酒。睇到呢度你可能會滿頭問號，究竟咩係紫味？Why So Funny 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一個冷知識，紫味呢一個詞語其實係1908年由日本東京大學嘅池田菊苗教授所發明。當時佢喺一碗加咗昆布燉煮嘅高湯入邊飲到一種特殊嘅風味，由於日文嘅好味叫做 umai，所以就創造咗紫味 umami 呢個詞語啦。呢一種所謂嘅紫味落喺真我貴賢嘅 Pinot Noir 身上，就轉化成類似熟成菇菌、松露、潮濕森林地表、乾堅魚，甚至係有一啲煙燻草本嘅複雜層次。佢唔甜又唔特別酸，呢一種細緻、淡雅、綿長、充滿禪意嘅口感，正正係 Domaine Takahiko 被尊稱為北海道 DRC 嘅核心原因。具有無可取代嘅日本風土獨特性。喺市場上面見到嘅 Domaine Takahiko 嘅酒，主要分為兩個系列，一種就係大家熟知嘅 Nanajumori， 代表 100% 用翻佢自己呢一片山丘，即係之前提過 4.6 公頃嘅自家葡萄園去釀製，等同於法國 Burgundy 嘅 Domaine。呢一個系列係 Takahiko 自己種植嘅 Pinot Noir 紅酒，每年嘅產量只係得12000支左右。飲過佢嘅人形容，啱啱開瓶嘅時候可能有啲怕醜，但係隨住時間推移，嗰種帶有日本神社線香、森林地表、野生紅莓嘅層次感會一層一層咁樣剝開，優雅到令人感動。呢一片山丘仲誕生過一個美麗嘅誤會，就係 Nanajumori 嘅 Blanc de Nord 黑中白白酒。事關喺2013年，因為收成期落大雨，葡萄大面積感染咗貴腐菌，真我貴賢唔甘心心血白費，大膽決定將呢一批紅葡萄直接壓榨唔帶皮發酵，當做白酒咁樣釀。結果呢一個誤打誤撞一舉成名，因為貴腐菌唔係年年都有，依家好多個年份都變做跨年份去醞釀，即係 MV。頭先嗰一款 Pinot Noir 12000支，你以為算少？呢一款年產量只有1000支，係獨角獸之中嘅獨角獸。至於另外一款大家成日聽到嘅 Yoshi Nobori 系列，概念就等於 Maison， 莊主會向魚市當地嘅農家收購葡萄，當中最傳奇嘅白酒 Yoshi Nobori 嘅 Nakai Blonde。支酒因為叫 Nakai， 係因為葡萄全部都係嚟自當地一位傳奇嘅果農中井先生 Nakai さん，所以無論係自家田嘅堅持、貴腐菌嘅傳奇，
定係傳奇果農嘅葡萄。總之 Takahiko 每一支酒嘅產量都少得驚人，簡單一句即係好難買得到。如果從產量嘅稀缺性、市場瘋狂炒作嘅價格，以及酒莊對極致工藝編輯嚟講，北海道 DLC 呢個名絕對係當之無愧。但係從另一個角度睇，真我貴賢並唔係想複製一個日本版嘅 Burgundy， 佢用當地嘅土壤、氣候加上佢嗰份日本匠人精神，創造咗一款真真正正屬於日本嘅頂級 Pinot Noir。與其講佢係北海道 DLC， 不如話佢開創咗世界葡萄酒地圖獨一無二，日本嘅無敗自然酒新時代。如果大家有機會見到 Domaine Takahiko 嘅酒，聽我講唔好猶豫，絕對係你值得嘗試嘅日本葡萄酒之一。今日嘅 Why So Funny 就分享到呢一度啦。你飲過日本嘅葡萄酒未啊？你覺得日本嘅 Pinot Noir 有冇潛力超越 Burgundy 呢？歡迎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。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，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。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，掃一掃個 QR code，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，拜拜。